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cky，而家嚟到安寧花園嘅3座嘅 F 單位，實面積係583尺嘅3房，我哋睇下先。門口有一個闊落嘅長走廊，可以做翻一排薄身嘅鞋櫃。呢度係客廳嘅位置，空間闊落。客廳再向東，對面係坑口地鐵站，2分鐘嘅步程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呢度係飯廳嘅位置，有埋窗戶。廚房情景處嘅設計，空間闊落。第一間睡房，方正企理。呢一間可以做主人房，面積較大。呢個方向同客廳望出去景觀一致。第3間睡房，呈長方形嘅hei積積，放咗一張單人床、大衣櫃，仲可以擺放一張書台添。浴室嘅空間尚算闊落，做埋企缸，容易打理。跟住嗱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